位於安平安北路的安平郵局，經過4棟的原地鐵都重建，29號上午舉行搬遷啟用，由着中華郵政公司的董事長王國財親臨主持，包括市長黃偉哲、安平區長蕭泰華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甲啲貴賓，攏到場來祝賀，共同主持甲牌啟用。請揭牌，安平郵局喬遷大吉正式啟用，掌聲鼓勵。安平郵局從1927年到現在，也是伴了很多人的這個從小的記憶了哈。那它也是伴着整個這個安平的這個發展。它因為在老街，所以它也看到整個老街的這個演變的一個過程哈。我想說，在郵局哈，我們本身也是一個100年的這個公司，我們明年是130年哈，所以我們也期待這個服務哦。剛才談到舊居屋快100年，我們繼續下一個100年的服務。安平是台南400的起源哈，那我們安平郵局能夠在這邊剛好這個安平古堡的對面，那非常好啊，尤其前面2隻獅子會變成這個打卡景點哦。那最重要的，那真的是非常感謝啊，我們郵局同仁上上下下所有的各位同仁，大家各自的崗位上努力，祝福大家。在固定甲人獅團熱烈的慶祝搬遷以後的安平郵局，嘛甲啲固定古蹟安平古堡來帶對家，而且門口嘛放了安平的意象、鹹西的郵筒，新的營業空間不但更加寬闊，而且還佫融入安平古蹟的特色。我們安平郵局整個的建築特色是融合到安平區，包括義載金城、安平古堡，這個整個的建築就是跟我們安平區的國定古蹟一起融合，再融合到安平郵局。那我們安平郵局從蓋完以後，整個環境或是地區，包括整個特色，包括我們有2個安平建師郵筒，真的是非常具有特色哈。那我們也一直期待會有更好的服務，因為環境好了，人員多了，我們有更好的服務，我們一起來迎接下一個中華郵政的100週年。在搬遷啟用儀式過後，中華郵政公司的董事長王國財嘛甲着市長黃偉哲共同種下一張希望的樹苗，希望見證身在100棟記憶的安平郵局，會用個以全新的風貌，擱再邁向後一個100棟。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